进度今日到使徒行传第10章上尾吼。第10章上尾，咱若敢若看今日的经文，总毋知要安怎讲吼。啊不，会毋知影伊的意思啦吼。无要紧，咱先来看，咱今日经文一开始讲到。 彼得犹古伫讲话的时，讲这个话是圣神降临伫记那听这道理的人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大家看头前吼，这大家看头前，就是这段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一开始进入一个故事，就是彼得伊伫中道咧做祷告的时阵吼，看到一个异象。 咱先把这个讲好了好啊，我们按下一页，好，就这段短短的经文，按下一页哈，就是讲圣神降临伫遮一切听道理的人的心中是包括什么款的人哦？包括外邦人，吼，因遮犹太人就感觉安那，这惊呀，这奇怪，吼，就是伫听彼得讲的人，包括犹太基督徒。 嘛包括犹太人，嘛包括外邦人吼，圣神拢降临伫因的心中，吼。这个时阵彼得就把握机会，下一页，不好意思哈，下一页，彼得就把握机会讲啥话？讲，这个人既然已经受圣神吼，因有圣神伫伊心中，甲咱共款，安尼的话，啥物人会当阻止，会当禁止啊用水甲惊洗咧？好，意思是说，彼得就要为他们施洗啦，吼。 伊就吩咐这人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下一页吼。好，这段故事若敢若看这经文是毋知伊咧讲啥吼。一开始11章的第1节是讲到彼得看到异象，吼。这个异象是啥物异象？就是彼得看到讲，上帝吩咐伊爱食一寡。 不洁净的食物，无清气的物件哈，无清气的动物。好，预告一下，今天等一下礼拜三的成人主日学吼，就是要讲以色列人无清气、甲清气的假物吼，哪一些他们吃的动物是不洁净啊？哪一些是洁净啊？它的判断方法是什么吼？今日要甲恁分享的是我陈世豪牧师独家秘方吼。 册拢看无的哦，干那我安尼解说尔，恁听看卖安尼解说对无吼？所以等一个礼拜三爱听成人主日学。好，彼得看见异象，吼，上帝吩咐伊来食一寡，伊自细汉犹太人拢认为这是无清气的物件。要互彼得看到这个异象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彼得知影，上帝要接纳犹太人看做无清气的人。 吼，上帝无讲啦，是彼得心内感觉犹豫的时阵，伊就发现哥尼流这个人派人来找伊啊吼。哥尼流是啥物人？好来，我们按下去。哥尼流是啥物人？伊是一个意大利营的霸将吼。什么叫做百夫长霸将？这个名啊，百夫长，你就知伊的意思吧？管几个人？100个吼。 网络上有人在问讲，那个百夫长是军官还是士官？哦，这个是好问题吼。军官跟士官无共款，不过罗马的兵唔知安尼分无啦吼。反正就是百夫长是官100人吼，后来的编制人较少吼，所以百夫长若是咱即马甲台湾的军队比起来，百夫长是啥物？ 是无人做过兵是无？连长啦，算连长啊，连长就是军官了啦，好，伫咱的汉语的圣经有翻千夫长，其实伊的名不是千夫长，伊的名是高级的百夫长，更较悬的百夫长啦，好，本来是要互恁找一个图让你们看百夫长长什么样子忘记贴上来了，恁知影迄个 7-11迄个什么奖？Open 奖无？你有看过无啦？7迄个 Open 奖，百夫长的帽仔就甲伊共款，安尼即款的。若是迄种
安呢，就是那个鬃毛是直的这种的哈，从前面到后面的那个不是百夫长，那个是骑兵的哈，骑兵队的了，骑兵队才戴那一种，可以想象吧？你若坐伫马骑足紧，啊你的帽啊迄个鬃毛是安尼，会安那，会飞起对无？吼，所以用的是直的吼，啊百夫长是滑的，就很容易看出来你是百夫长，啊你就会生死，安尼知影无？罗马帝国的军队吼，百夫长是个关键，伊甲后来的军官无共款。百夫长咧小台是冲第一个，他们是冲最前面哦，身先士卒吼，所以百夫长的那个消耗率最悬的，吼，很容易死。啊，不过因若渐渐拢无死，因后来退伍，因就是罗马公民吼，谁要做兵啊？这是最快、上紧、上容易、真最得到罗马公民的方式啊！吼，好，哥尼流，伊一定是外邦人吼，他是外邦人啊，他是外邦人。伊互称作圣经甲称作敬畏者吼，敬虔的人吼，敬畏上帝者。因为你看圣经俩字讲，圣经讲伊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好像是个形容词对不？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其实唔是吼，敬虔的人是名词，是一个专有名词吼，叫做 God-fearers 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这款人是有定义的吼。来按下去，什么叫做敬虔人、敬虔的人？吼 ，God-fearers 吼，伊是外邦人。犹太人刚刚看起来，伊就是一定是纯的外邦人。啊，伊安那？信上帝，毋过安那无惊甲咧？这个是他们的身份哈，毋是讲这个人该敬畏上帝，所以伊的名叫做敬虔人，不是。敬虔的人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就是咧称呼什么款的人？伊是外邦人，安那信上帝，安那无惊甲咧？那我就要问大家了。如果是外邦人信上帝啊，有惊甲咧叫什么人？叫做有惊甲咧的敬虔人，是不是啦？如果他是外邦人，然后信上帝啊，有惊甲咧，伊是什么人？哎呦，你们头壳怎么那么硬？啊，他就是犹太教人呐、你知影意思无？他就是犹太人了，就是讲伊若是外邦人，啊，伊信上帝，遵守旧约一切的规定，啊，伊阁有惊甲咧，其实伊就是犹太人啊啦，知无？伊就袂阁互叫做外邦人，可能第一代不像，啊，毋过伊生的咧，伊生的囡仔查甫的，就第几工就惊甲咧啊？第8天就行割礼了，所以他是不是犹太人了？就没问题了，啊？你们听不懂吗？你就想说台湾人跑去美国，第一代像不像美国人？人家才不认为你是美国人呢。啊，可是你是不是美国公民？是啊，安哥你第2代嘞，虽然看起来还是黄的，啊，不过你的生活语言一切都变成美国人了，是不是啦？听懂我的意思吼？这是介重要一个观念，就是讲敬虔的人，因就是外邦人，信上帝安那，无惊甲咧。这个就是哥尼流，吼啊！圣经安怎介绍这个人？来按下去，圣经安怎介绍这个人？哟呼！圣经讲，这个人是安那？伊甲伊全家拢安那？敬畏上帝，侪周济百姓，常常祈祷上帝。来，你从不，你对这3句话看到归纳，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要会摘要。你若要甲人介绍哥尼流是什么款的人，你要全部搁念一解哦。你讲哥尼流是什么款人？2句话讲好了。
六字讲好了。好，跟你说6个字介绍哥尼流，快点。敬虔的人啊，剩2字。啊？敬虔的外7字，6字啦。哎，你6个字要讲完全部的呢。哦，你们摘要的能力不好哦。这个你要安怎？我唔免讲，你要安怎介绍哥尼流？伊是啥物款的人？伊安怎？伊安怎啊？个安怎？哈？哦，爱主爱人，那4字你写。好，按对啦。那个我们指挥就抓到了。这个人是听上帝，啊来咧，听人，安尼5字。哦，听厝边哦，搞，这上帝，这耶稣的教师，有没有？可不可以这样介绍他？这个人听上帝，佮听啥？听厝边。那听上帝佮听厝边是什么人？我们现在跳出经文，我问你，那这个人听上帝佮听厝边是什么人？伊是个人教会的会友是无？哈，然后一款人，伊是听上帝佮听厝边，伊是什么人啦？哎呦，你拢无实在这款人是无？然后一款人是听上帝佮听厝边，伊是什么款？咱叫伊什么人？咱叫伊什么人？基督徒不是？啊，你们怎么都不讲？还是慈济人？好，听上帝，注意看哦，你看圣经对哥尼流的描写是这个人伊安那？伊敬畏上帝，常常祈祷，伊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啊，伊甲人咧，伊阁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你看这个描述已经是够了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若要对一个属伫上帝的人的描写，这款的描写就已经足有够遐。伊是听上帝，佮听啥？听厝边的人。好，啊，毋过这个人，犹太人有认为伊是上帝百姓无？这个人，犹太人的观念有认为伊是上帝的百姓无？无。好，现在就是这段经文要处理的问题。各位看这，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当基督徒，20-30年、50-60年了，咱这看这段经文无啥物感动，嘛无啥物款的启发吼，因为这个没什么。咱大家家己想想，咱这嘛是犹太人，啥物款的犹太人？头壳定定的犹太人。其实咱嘛是头壳定定的基督徒啦吼。安尼有神吼，我们想象我们是头壳定定的犹太人，咱的观念内面，这款人外邦人无受割礼，伊无可能是上帝的百姓。好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定位好了？我们现在，好，你讲恁是啥物人？无人要承认，恁即马是头壳定定的犹太人。吼，恁认为什么款人毋是上帝的百姓？外邦人，吼，讲较准的是无惊啥货，割礼，这个是重点啊，未行割礼，不行割礼的吼。他都讲到彼得已经看到异象，上帝用一款的情形，互伊知影，上帝要接纳这款的人，就是要接纳因认为无清气的人。啊，不只是哥尼流看到这个异象吼，不只是彼得看到异象，来下一页，哥尼流嘛有看到异象，伊的异象较清楚，伊的异象是上帝直接吩咐，讲你所做的一切，我已经拢知影，我嘛欢喜接纳，吼。啊，伊互彼得一个任务，伊吩咐彼得去找，吩咐哥尼流去找彼得来，好，去找彼得来他家里。不是，注意听哦，各位兄弟，上帝不是叫哥尼流去找彼得，去彼得家里，有共款无？上帝是安排彼得来到对
哥尼流的家里。上帝不是叫哥尼流跑去什么彼得那边？你安知影吼？恁想看卖啊？若要奉行洗礼，若要是要行洗礼，是谁去谁那边比较对？谁找谁比较对啦？应该是哥尼流去彼得那边比较对吧？是不是？除非哥尼流重病，才是彼得跑去哥尼流家，好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。好，所以因即马就去啊，哥尼流的人就去找彼得，彼得就知影。因为彼得看到异象，所以即摆彼得伊就要去哥尼流引导，好，到引导的时阵，彼得就知影即个人哥尼流四周的犹太人就甲彼得讲，即个人安那how怎讲的？伊安那敬畏上帝，侪周济穷人，常常祈祷。彼得就看到这个景象，伊就知影，伊看到的异象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心内知影讲，可能上帝是要接纳这个人，吼。无拍算，咱根本一开始，彼得伊就咧解说讲，伊嘛看到异象的时阵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刚经文一开始发生什么事情？伊讲彼得要求在讲这的话的时，圣神安那？降临伫所有的人的心中，包括这外邦人，所以来彼得就把握机会讲，哇，这人既然有圣神甲因同在，安尼上会当周济，咱甲用水甲行洗礼。彼得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去想，为这个东西要解释一下的。我们先来解释，来下一页，我们先来解释一个情形，是安怎？彼得知影因遮嘛受圣神，伊讲伊咧讲的时阵，看到遮人受圣神，怎么看？你们有没有受圣灵？看怎么看？用阴阳眼吗？怎么看？你们有没有圣灵啦？谁用啊？不要让看你有圣神无？要我们光圈是无？无啦。使徒行传伫迄个时代，爱注意听。我讲迄个时代，伫迄个时代有一个证明，就是因安那，因讲方言。好，这个方言可能是别的国家的话，也可能是听无的话。反正他们说方言呐，讹了什么？讹了上帝吼。安尼这一定是听有的啦，是讲不是因讲的话啦。可能他们是讲，可能忽然这些犹太人都讲德语，来讹了上帝。因听就知影，哇，这个人竟然讲因袂晓讲的话，这一定是圣神降临伫伊的心中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你们有没有圣灵跟你们同在？这边没有。你有圣神无啦？咱大概问顶落回基督徒拢无啥敢应呢。你有圣神跟你同在无？有啦。你也要讲方言呗？爱看安尼，那安尼的话，遐灵恩派不就对了？灵恩派都教导你什么？你若有受圣灵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起档，就会说方言，会翻跟斗，会浮起来，会什么的，跟他这里不要怀疑。好多我有讲一句话，在那个时代上帝让这个情形发生，那是无同款的时代。咱知影《使徒行传》是咧描写一个什么款的时代？是咧描写圣神第一届，圣灵第一次进入人的世界，互全部的人拢有啊。伫旧约的时代，有上帝的神甲伊的百姓做伙无？有啦，可是不是全部啦。在旧约的时代，只有谁？敢若什么人会当受圣神？这是先知。其实是主要这两款人，就是上帝要使用的人，上帝特别要使用的人，士师、祭司、先知，有时候君王，上帝特别要使用的人，上帝予伊的神甲这个人做伙，这个人就变哪啦？
这有溃烂，好，那个这有溃烂不只是力量大，像三孙的是力量大，对吧？好，会发生不同的特色，就是讲上帝若要使用什么款的人，伊就互圣神甲伊伫地。啊，若是上帝讲代志煞，啊，就甲哪收转去，啊是讲这个人无搁听上帝的话，譬如讲所罗王无搁顺探上帝，上帝就甲神啊哪退去。好，这个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教导甲印象。啊，毋过伫初代教会时阵，因为耶稣基督要就天进前，有应允伊的学生，伊要甲圣神啊哪赏赐互所有属于上帝的人，所以这个是划时代的事件。听我咧讲啥无？我们讲清楚，伊是一个基督徒教会历史一个划时代无人度过的代志，所以特别要用会当说方言这个现象来，互你知影遮个人真正有受圣神啊。我唔知有解说清楚无？这个时代已经无需要佮用这款的心者，佮用这款的现象，互你知影，这个人有受圣神。啊，毋过，各位兄弟，若无用说方言来知影这款的人，来知影咱心中有圣神的话，不是用说方言，那用什么？毋是用说方言来显明咱有圣神三甲做伙的话，那现在用什么？用什么来显明圣神甲你同在？进前迄个时代，初代教会是用说方言哦。啊，咱今麦用什么会？用是不是会翻跟斗？是不是？来，翻翻看，哪里？前滚翻，后滚翻。OK， 好，有圣灵。快点啦！什么行为？就是翻跟斗啊，行为。啥？就是遐多迄句话嘛，描写哥尼流，描写伊安那，听上帝，听厝边，来显明你是有甲圣神同在的人。吼，好，现在讲太离题了，回来。因为因遮的犹太人基督徒看到讲，竟然遮外邦人，重点是卫星隔离，遮无惊甲你的人，竟然会当讲方言，就表示来用讲方言来讹了上帝，表示因是有圣神的。好，所以下一页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咱即马若领受圣神，唔通阁用方言来成做一个标准。咱无共款的时代啊，唔通阁用方言来成做一个标准。这第一个要解决的。好，放下第二个，下一页。那为什么禁止为外别人行说呢？咱爱知影，到迄个时阵，就是彼得跟那些人的那个时代为止，按下去，只有犹太人才是行说呢，成为基督徒。听懂意思吗？就是耶稣伊要就天之前吩咐伊的学生安怎做？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，为因行洗礼来属地我，有无？有没有啦？有。所以只有到那个时代，只有洗到犹太人呐，干那洗犹太人。所以来，在那时候，彼得那个时候的概念，来下一页。敢若犹太人较是上帝的百姓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我再问一次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现在是什么人？你又忘了？你是头壳硬硬的什么？犹太人。你要回去这个才听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。你即马是头壳定定的犹太人，恁认为什么人是上帝的百姓？好，这才是正确答案。好，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下一句，只有犹太人才会变成什么？基督徒。你现在你袂当用今嘛你基督徒的
会思考伫看这个字，就是讲你即摆是读较定定的犹太人，你没有办法转换想象，所以你只认为敢若犹太人是上帝的百姓。既然敢若犹太人是上帝的百姓，所以嘛是敢若犹太人较会变做啥物货？基督徒，敢若犹太人较会接受耶稣基督，所以行割礼，行割礼是一个介重要的事件。来，按下去，哥尼流算不算犹太人？算不算？不算。下一句，你若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，你就是犹太人哦。听好不？重点是什么？割礼哈，所以来敬虔的人就是哥尼流，伊还未行割礼，所以伊无算犹太人。所以他能不能，伊敢会使，可不可以行洗礼、受洗礼，归伫耶稣？可不可以？你们现在是什么人？头壳呐，定定的犹太人。哥尼流可不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？不可以，无这个例啦，无这个例啦。来，毋过即摆上帝要互因看到，无行割礼的人，煞安怎？煞受圣刑，系啊，麻烦了。我们的例，我们是什么？读较定定的犹太人，咱的例是。无行割礼，就毋是上帝的百姓。即马是毋是上帝的百姓，煞安怎？煞有圣刑？哇是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按下去，这是挑战。上帝给那个时候彼得代表的犹太人基督徒一个挑战，就是上帝竟然接到什么款的人？伫你的概念内面。100%无清气的人，听懂我意思不？就是说，彼得跟所有的那个时候的犹太基督徒面临一个挑战，因对圣经的假释，保证哦，因对圣经的假释，因认为若无清气的人，无法度互上帝接纳。什么款是无清气？就是这个外邦人。什么款外邦人？无行割礼，变做犹太教人、犹太教的人的这个外邦人，这个人是无清气的。你若看故事，你就知影，当彼得要去哥尼流的兜的时阵，哥尼流讲啥？唔通来，唔通来，唔通来阮兜吼，阮是无清气的。好，我们不要沾染你，唔通互你染着污秽吼。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，就是讲，伫犹太人的观念。因知影上帝的圣神袂降临伫遐无清气的人，这无清气的人就是外邦人，就是无行割礼的外邦人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从哪里来？各位兄弟，犹太人这款的想法对谁来？对应的什么话？圣经下是不是上帝的话？是，所以他们会不会认为他们是错的？不会。他们坚持上帝的话，所以因知影，这个还未受割礼的外邦人，无可能有圣神甲因伫地。知影我咧讲啥无？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是什么人？读较定定的犹太人。即马咱受到一个挑战，虽然圣经甲你讲，这个外邦人。无法度成做上帝的百姓，毋过即马上帝竟然互因什么货？圣灵，等于是上帝自打耳光，居然接纳什么人？这无清气的外邦人。各位他较定定的犹太人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有没有想要？甲上帝起配面一下，上帝你安尼无站无杂，讲话安那无算话，无恁当作我在信假哦。你们假装我上帝，你假装我在信假的吗？
你以为我没有在读圣经吗？我读圣经就知道啦，这些不行割礼的外邦人是什么？不洁净的啦，无可能有圣性啦。你真啊竟然有圣性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你这个上帝啊啦，不要做上帝嘛，是不是啦？是不是啦？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相信一件事情，来按下去。上帝会去接纳你100%肯定无清气的人，这个观念